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花旗財富投資外匯短評嘅時間啦。我係陳樂瑤，今日係2025年11月26號。日元近期比較弱勢，美元對日元上週曾經升到去接近158嘅水平。自上週美元對日元升穿155水平後，日本財務大臣干預匯市嘅言論日益增加。佢表示深切關注單邊同埋急速嘅匯率波動，佢亦都明確咁表示將針對過度波動同埋無序嘅市場走勢，必要時採取適當嘅行動，強調匯率穩定波動性以反映經濟基本因素嘅重要性。日本當局而家或者需要迫切咁處理弱日元嘅問題。自9月以嚟，投資者嘅倉位已轉為全面沽空日元，當局干預或者為更有效壓制日元貶值嘅手段。另外，日元貶值亦都唔符合美日嘅息差走勢。花旗分析員認為，主張恢復強盛日本嘅首相高市早苗或者唔會樂見日元過度疲弱。料高市內閣出手買日元干預嘅可能性，或者比市場普遍嘅預期高。隨住歐元對日元升至180嘅上方，花旗分析員相信，若果美元對日元升至160以上，日本財務省採取匯市干預行動風險可能增加。即使近期日元下跌，花旗分析員仍然預期日元喺中長期將會逐步回升，美元對日元未來數月或者回落至145下方。紐元方面，紐西蘭勞動力需求遠低過預期，加劇紐元面臨嘅不利因素。面對國內外不利因素嘅情況下，紐西蘭經濟可能出現2次衰退。紐西蘭經濟下行風險增加，央行更加深嘅減息可能，或者導致澳元對紐元喺2026年上半年進一步走高。今集嘅外匯市場短評時間又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